开设澄清湖土地弊案的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高仲良，一审被判刑7年8个月。检方伫个判决出来了后，随声称科技监控。不过高仲良伫庭上表示，正做这棒球协会理事长，若准挂这卡了手铐，会伤害到伊的形象，而且讲会影响到台湾棒球发展，无逃亡的可能性。合议庭最后是决定讲配一支手机啊监控，要求伊逐工伫厝内就要翕相传倒转来，正做证明。悄悄离开法院，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高仲良牵涉澄清湖买地弊案，拄方一审判刑7年8个月，隔2礼拜了后，27出现台北地院，因为检方申请实行科技监控。身为棒协理事长的伊，伫法庭保证袂走路，毋若请求卖跪压，也摆脱挂接电子手环，也是骹环，就惊对形象损害。伊激动讲，专心推动台湾棒球发展，代表是国家，无可能做出任何对不起国家的代志，也无可能放弃比性命更加重要棒球。合议庭评议了后，认定伊虽然有真大走路的风险，不过考虑社会地位、甲伊讲法，如伫伊法院所提供的专用的手机啊，每天早起9点到11点，伫徛家家己翕面部相片来回传。基本上让手环、脚环它监控密度比较高了，但是个案手机监控手机的监控，它基本上检察官或法官可以要求受监控人在定时定点回传相关的位置资讯跟照片，没有办法预拍。一审宣判了后，检方就真紧来申请，因为国内对国宝集团总裁朱国营、联益包鱼负责人张文智、PGTalk 负责人林炳文，也有3联集团负责人齐晓东，侪人拢起步走路，要这个检进行建议修法，要求被告宣判日强制到庭。司法院回应已经伫建议。本院目前正在进行研议，也会持续的优化科技监控设备的使用和通报流程。即阵的科控设备除了电子卡环，昨年也推出电子手环，另外有在家读书器，也有即摆的手机监控。不过统计到今年3月，院检实行科技监控总共218件。记者宋华报道。